我想問下你曾經有冇體驗過一種好絕望嘅感覺？咁就係上落樓梯膝頭哥痛到要特登兜路行，甚至乎仲好驚行下樓梯會唔會跌低。我哋學員 Elsie 之前就有呢個情況發生，佢曾經痛到好驚要行樓梯，試過唔同方法都改善唔到，仲好擔心再咁樣拖落去，情況只會越嚟越嚴重。最後要用拐杖先至可以行路，咁但係最後 Elsie 參加咗健康蟲嘅流程，只係1個月，膝頭哥嘅痛症已經明顯改善，咁更加係3個月之後嘅今日，佢行路唔再怕痛，連上落樓梯都係非常之自如，身形亦都有所轉變。咁所以到底 Elsie 係點樣做到？記得睇埋落去，親自聽一聽 Elsie 點樣喺呢個過程入邊做到一步一步嘅轉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t Fitness 嘅教練，我係 Lucas。咁今日好開心啦，請到我學生 Elsie 咧嚟分享翻參加課程之後嘅得着同轉變嘅。Hello，Elsie。Hello，你好，Lucas。Hello，係啦，咁我想問下咧，你接觸我哋呢個計劃之前咧，究竟有啲咩問題咧係困擾住你？即係例如好似身材啊、痛症之類咧。咁身材一定係肥胖噶啦。咁痛症主要係膝頭哥，係上落樓梯，係即係甚至會驚落樓梯嘅，因為痛到即係好驚自己冇力咁樣，即係垂咗落樓梯咁樣咯。你會有時會寧願選擇行一條更加長嘅路去避免啲樓梯咯。明白明白。咁好啦，咁你之前即係參加我哋夠之前啦，其實有冇咩試過咩方法上去解決啊？同埋有冇成效咧？對於你嚟講，膝頭哥係算做冇乜諗過點樣解決嘅，即係真係如果即係繼續惡化落去，可能會去睇醫生咁咯，諗住。咁體重都試過好多唔同嘅嘢嘅，飲減肥茶啊，有試過做下運動咁樣，但係即係都會係可能一段時間減咗啲啲，跟住就又彈翻轉頭咁樣咯。明白，即係反彈啦，即係冇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幫到你啦，就係、係冇錯。都想問翻啦，咁即係你參加你計劃之前啦，咁你即係對於參加之前嘅你有咩擔心咧？會有啲係即係驚個膝頭哥越嚟越嚴重，上落樓梯你可以選擇其他地方啫，咁但係如果到再之後係連行都行唔到，咁就要用拐杖個人食咯。咁明白。咁好啦，咁到而家啦，即係參加完計劃之後啦，咁你覺得即係成件事覺得點啊？同你預期有咩分別咧？即係 join 嘅時候都係半信半疑，即係冇諗過做運動會去解決到個膝頭哥痛嘅問題。咁但係的而且確，其實第一個月已經開始唔痛咯，唔可以話好順，但係至少唔痛。你會夠膽行落樓梯，我已經唔驚再行樓梯，即係我唔需要特登揾條長啲嘅路去走，去避 pass，即係bypass晒所有啲樓梯咁樣，好順咁樣行咯。咁好啦，咁即係咁之後啦，咁想問下啦，咁通過課程之後啦，咁你覺得對於而家你嘅最大嘅轉變係乜嘢咧？最大嘅轉變其實係身形變咗咯，痛症真係好快脆就已經冇乜，嗰個係1個月我已經即刻見到個已經唔痛。咁但係你如果講呢3個月，我另外一個最大嘅轉變就係個身形唔同咗咯。哇，咁都好開心，即係一舉兩得啦，即係可以同一時間嘅話，就係。好啦，咁你覺得啦，即係其實對於你參加今次計劃啦，即係幫你改善到某啲問題啦，係即係膝頭哥啊，跟住身形問題啊，咁你覺得其實最大嘅原因係咩咧？同埋即係有咩方法真係可以幫到你變成一個咁嘅狀態咧？而家嘅話，其實成個 program 即係佢係好 balance，又有運動又有飲食，即係我會知道邊啲可以食多啲，邊啲食少啲。我自己當係一個獎勵自己去食，就唔係即係你會自己選擇。我嗰陣時可能會一個禮拜食足咁多日嘅榴蓮雪糕或者榴蓮，咁但係而家咪我都會食，但係咪當係獎勵一個禮拜食一次。咁你自己選擇去做好過自己放肆去做咯。嗯，咁如果對於你改善痛症上面咧，你覺得係因為啲咩做啲乜嘢首先改善到咧？會係姿勢正確咯。嗯姿勢正確好緊要，因為即係我之前痛可能真係用咗太多膝頭哥嘅力，亦都即係身形嘅問題，可能令到已經用錯咗膝頭哥嘅力，咁又再加上自己嘅體重咁高咁肥，咁咪變咗個膝頭哥咪越嚟越負荷得犀利咯。之後姿勢好咗，即係發嘅力係啱咗之後就。嗯就會影響到冇咁容易整傷去勞損咁樣咯。即係叫做兩邊都有關係啦，即係個體重上邊啊，同埋本身嗰個姿勢上邊啦，即係相輔相成啦，就係最尾而家就係變咗。嗯，
咁到最後啦，咁覺得睇緊呢條片想參加但係猶豫嘅朋友，你覺得你有啲咩想同佢講解咧？其實真係要試過自己先知咯。即係我都係一個半信半疑，不過諗住都試咗咁多方法，咁不如再試多啲。但係真係經過呢3個月係好明顯身形，跟住痛症係好咗好多。雖然係從來即係我就算做到，我諗第一個月開始個膝頭哥冇痛，我都會仲諗，我係咪真係可以減到，即係改善到個體型體重咧？咁樣都係有半信半疑，但係即係你真係跟足去做嘅話，就即係真係有改變咯。多謝你分享啦，係啦，咁今日就到呢度啦。咁希望你都繼續可以叫做進步啦，同埋就可以繼續真係將佢根治翻所有你嘅痛症啊，同埋覺得繼續優化翻你嘅身形咁樣嘅，可以。OK，好嘅，唔該晒感謝 Elsie，拜拜。OK，拜拜。咁以上就係我哋呢個學員嘅分享。咁所以如果你而家都受到長期慢性疼痛、肚腩問題嘅困擾，過去試過好多唔同方法都改善唔到嘅話，咁你可以點擊落邊描述欄嘅第一條連結，去了解下我哋健康重啟流程點樣可以進一步幫到你。通過平均每一日15分鐘嘅運動，就可以好似我哋學員一樣，最根本咁改善長期嘅慢性疼痛之餘，仲可以減皺肚腩，恢復健康活力嘅體態。記得啦，詳細嘅內容去點擊落邊描述欄嘅第一條連結。咁我哋轉頭同你再傾過。